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安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大家准定知影，顶礼拜五日本发生枪击案，受害者是安倍晋三首相。安倍首相毋但是日本头一位战后出世的内阁总理大臣，嘛是日本历史上在任期间上长的内阁总理大臣。伊会使讲是日本战后政治上重要的大头人。安尼的人物无着前来过往，互咱真戆影重视。更较要紧的是安倍首相政治上的遗产，伊做头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上大派系安倍派，过来会安怎？安倍首相所要以修改日本宪法的工程，敢会真实？过来对咱台湾上重要，咱台湾出代志就是因出代志的日美同盟，东亚区域安全未来安怎发展？今仔日咱拿少年安倍首相，拿右路来讨论这个大问题。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北医大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邀请东大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副会长。大家好，我是陈文甲。邀请线顶驻日本资深记者张无新先生。大家好。无新大哥，我大声请教你，互咱知影安倍首相是日本历史上在任期间上长的内阁总理大臣，总是咱台湾人民上甲伊笑脸，是因为伊是上挺台湾的日本首相。敢会当请无新大哥甲咱介绍一下安倍首相甲咱台湾结缘的这个过程？是这个咱今日听到这迄个安倍首相前首相被归情这背影来过身非常的悲哀咱今日遮来个哀悼这个安倍对台湾这个感情我想毋是为本身开始，为伊阿外公岸信介开始过来伊老爸安倍晋太郎做伙外务省大臣来。就因的老爸安倍晋太郎忽然间破病过身伊伊来选举选举继承伊老爸这个叫做众议员的这个工作伊选到议员，选到众议员经过13年了就做首相，这当时52岁。这是日本历史上上届年轻的首相对台湾的感情会使讲为因阿公、因老爸甲伊来开始有个足长的这个过程所以对台湾这个感情会使讲是历史上所有的历代首相上届有这个叫做真心的这感情所以咱对伊特别来怀念伊对台湾感觉会讲这个，我去年11月29日做一个专访，独家专访伊讲第一届公开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世界有事这个为遐开始过来12月初一开始有这个有这个视线伊才开始讲这个代志对台湾来讲是非常大的这个做等于说会使讲振奋台湾的民心所以这个过身咱非常的怀念咱日本这2天咱敢讲失去龙头同款的意思看起来这足稀微啦台湾伊过身，咱台湾人，我做一个台湾人的一个一员感觉讲安倍首相过身，敢若讲咱厝内的人减一个人同款迄种感情。所以伊过来咱要看安倍过身了后这个现在首相岸田首相伊有讲伊要继承这个叫做安倍路线我相信伊最后的这个上界大的这个身份应该是修宪今日咱选举已经同意修宪的政党合起来数字已经超过2/3啊，所以这修宪应该会当通过来，伊这个安倍伊对台湾居心自信是非常的深啦，因为伊知影讲这
修宪工程哦是真困难的工程哦，所以伊伫这个伊做首相开始，伊就先推动着安保法。安保法哦，对台湾所一个定的一种哦，即做宪法第9条吼以外吼，一种安全装置吼。我想吼，这攻击吼，咱袂当甲伊袂记。陆新大哥，即马阿伯首相来过往吼，伊过往了后，对咱台日的关系敢会产生啥物款影响？我想哦，应该基本上这是袂讲有啥物大影响啦，因为哦，这个安田首相哦，伊就讲啊，伊讲哦，这个安倍路上咱一定要继承落来，所以吼，安倍首相哦，安倍这个前首相的过身了吼。日本政府吼会暂时吼会感觉讲安尼爱经过调整啦吼，所以吼安倍岸田首相吼，伊讲要做做继承这个安倍这个路线吼，咱会当为第一个上大会当看起来就是讲，这个首相吼伊可能连面改组袂过，改组袂过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吼，这个做高市扫描，现在。自民党的这个做政调会长吼，第二就是讲吼，现在安倍前小弟岸信夫吼，这个做防卫大臣吼，这两个职位吼，是毋是较老调咧？所以这是外口吼非常注目的两个重要的这个人士，就当看讲啊。岸田首相哦，对这个做后安倍哦，首相哦，过身了吼，这个做路线到底哦是讲真还是讲假？是真多谢无心大哥，无心大哥即马要出发去阿伯首相的厝内吼，参加因的家祭吼。望无心大哥代表咱台湾人民，阿伯的厝内吼，表达咱的慰问之意。多谢无心大哥。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阿伯首相即个政治人物吼，伊是出身伫一个政治世家，伊的学道上捌做日本的外务大臣吼，这拄好咱讲日本甲咱台湾政治无共款吼，日本遮的政务官是代表天皇来治理人民吼，所以因称做大臣，相当是咱的这部长级吼阿伯首相，伊的阿公甲伊的叔公拢捌做过内阁总理大臣。2006年的时阵，伊当选自民党的主席吼，而且是日苏大战了后日本上少年的首相。过来2007年，因为个人健康的因素吼来失职。不过，伫2012年第2摆当选日本的首相吼，这个任期真长哦，8冬左右到。2020年，才搁再因为健康的因素来失职，就是伫顶礼拜的拜5吼，伊伫那拉伫助选的时阵受到枪击来死亡吼。观众朋友，咱即马大声先来看阿伯首相即个政治人物伊的一生。安倍晋三出身政治世家，亲族3代大部分投身政治，包含阿公安倍宽捌竞选国会议员，老爸安倍晋太郎捌担任外务大臣，伊的外公岸信介甲外籍公佐藤荣作拢捌做过首相。安倍自细汉生活伫这个政治的环境，并且伫老爸提拔，踏上中正之路。2006年52岁安倍股票当选自民党总裁，接棒小泉纯一郎，成做历任了后上届少年的日本首相。严格登上单位不到1年，内阁成员政治现金的争议不断，造成安倍时心情拢真忝。旧镜头溃疡性结肠炎恶化，有时赶紧失去首相。不过，什么人拢无想到讲，短短5年了后，安倍定来，顺利自民党夺回执政权，并且第2摆担任首相。当时日本受到当日本大地震重创，安倍掌握民意，拍出经济牌，积极的金融政策，另外财政政策甲促进民间投资这所谓安倍3支箭，提振家庭经济。アベノミクスで雇用を増やし、所得を増やし、地方を元気に。不过，对于2017年开始，安倍却是连续讲立各种的条文，新有航航甲家计航航属价来收买国有地8案，列出财务省篡改公文10案的官员自杀。安倍夫人参与官设定，另外安倍并受限要加自卫队改做自卫军，会使参加国际间的军事行动，也引发民众反对。自民党としては、
本日発足をした新しい体制の下で、憲法改正に向けた議論を力強く推進していく考えであります。2020疫情爆发，日本防疫工作不如预期，经济严重受到冲击。2020党务也逼迫来延期，种种压力造成安倍旧镜头搁再发作。伫今年8月第2摆来辞职，不过安倍依然是以3188天的任期，正做在位上久的首相。国视新闻王雅芳编译。党会长，咱知影安倍首相在任的期间真长吼，有8天，遐长是日本历史上上长的。伫这个过程中间吼，咱即马回头去看伊的这个政治的生命吼，伫日本这个对日本这个国家来讲，伊有啥物正面甲负面的遗产咧？哦，是因为迄个安倍上，伊在任拢有7年8个月，这段真长时间做过2任，所以呢，伊为这个2006年开始。甲2007年做1年，买手了搁做2年8个月，伫迄2012年开始，所以呢，这个时间7年8个月时间呢，伊有做几项代志。第一就是上重就是伊迄个第2任迄个三基建，经济三基建。三基建呢，因为伊互日本呢，伊的迄个经济呢特别好，这是伊的贡献。第2点呢，伊对安全的部分，它那是经济这么安全的部分。安全的部分呢，伊提出一个叫做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前身，因为伊是伫迄个伊是2007年伫访问印度的时阵，伊有提出自由之湖这个物件因为就是讲为东亚甲东南亚到这个迄个印度洋伊要用一个地缘的一个和平来做一个围堵中国这是伊上届发生的。因为迄2007年，其实迄美国甲中国关系嘛真好，但是发现讲这中国伊若大升起来，可能会对东亚，而且是印度太平洋造成危害，所以伊有先见之明。第3点就是讲，为伊伫国际上咯，其实伊嘛真有实力不管伫迄个 G7 还是伫迄个 G20 还是 APEC 这个部分，而且呢，这个2017年迄个美国川普当选了后，伊就将这个TPP 废掉。伊尾手伊佫捡起来做，因为就是讲你伫美国，因为美国伊考虑到但是伊国家利益，所以呢，伊就全部放掉呢。安倍就讲，因为来捡起来做，因为伊感觉伊是伫迄个东亚是一个领头羊，所以伊干捡起来做，就是讲要维护，算讲日本也是迄个美日同盟伫迄个伫印太也是有一个迄个保险甲保障。第3点呢，就是讲意味着这个日本的安全对台湾的部分，嘛希望讲透过迄个美日同盟的来保护台海、甲东海、甲南海这段伊的性命之线。所以呢，在伊过身了后呢，因的首相岸田呢，就马上讲一句话，伊讲伊来讲伊要表彰伊对安倍的追思甲伊伟大，所以封做是日本战后上重要的领导者。嘛是领导人物，而且你看伊过身了后，国际上也好，也是台湾，你看像今日迄个蔡总统就去迄个交流协会，就去遐祭拜。咱台湾搁甲落半旗落半旗，这是表示讲，不但日本也好，也是迄个国际也好，也是台湾也好，对伊这7年8个月，也是对伊落任了，对规个安全也好，也是经济也好。也是迄个规个各个方面，伊拢是真正的肯定，也真正有伊的贡献。所以这个部分来看是伊的贡献的所在。但是按个讲到伊的信号所在，但是信号是安怎信号？因为老实讲，经济歹这是国际性的，是安怎？因为全球化了后，其实不管是日本、美国、台湾拢共款，都是较强的所在会吸收人啊、钱啊、物资甲伊的迄个技术，所吸去中国去，所以造成日本呢伊的空洞化。第2点，就是伊要拼的过程中，就发生啥？就是发生迄个疫情，疫情。所以伊落来时阵，就是因为有经济嘛，疫情拖了经济也歹。第2点，疫情严重嘛，互伊的民调
变歹，所以就安南落台。落台过程中，这就是我感觉，其实毋是伊表现歹，是因为大环境原因。所以这就是我对伊的评价，伊的评价是。是，咱知影吼，陈副会长所讲到的，显示讲阿伯首相吼会使讲是一个有肩胛头、有价值的政治人物。拄则所讲到的，都是本地美国甲环太平洋这个国家吼，有一个 TPP 这个组织，总是美国 Trump 总统上任了后，伊就退出。不过阿伯首相甲建起来吼，成立一个 CPTPP， 都是咱台湾进前想要加入迄个组织吼。好，咱即马过来看，对阿伯首相。伊在做首相的这个期间吼，拄则陈副会长嘛有讲到，伫2006年的时阵，有一个自由甲繁荣的援疆。这个援疆的意思就是东亚北平对日本开始吼，一直到东南亚，这有一个援疆。这伊访问东南亚的国家吼，甲越南和印尼这个国家制定这个防卫计划，但互咱看到讲，伊是。有要联合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吼，来牵制中国、罗西亚这个大国家。另外，2007年，甲美国、印度、澳洲成立一个四方安全对话吼，普遍嘛是互人认为讲，这是针对中国经济、军事力量不断来增强的这个回应吼。林老师，咱看到阿伯首相。伊伫这个拄做首相这款的作为吼，伊是敢是伫这个做首相的初期，伊就看到讲这个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应该是爱安尼讲，就是讲吼，较落尾吼，较落尾就是2012年，2012年吼，就是这个这野田佳彦的日本的民主党的政府吼，来国有化这个。钓鱼台，这个是改变落尾。安倍都要以2012年12月开始做这个首相，是，做一届首相为这个时候开始，咱会当看起来是讲，伊改变了整个日本政府的国防预算。咱若能看到这个图啊，看到这个图就是讲，这民主党的政府啊，以这安倍2012年12月起来以前。这个国防预算拢是降低，是为这个2012年一直到2020年伊落尾以来时节这个国防预算都一直增加所以对安倍这个本人来讲伊当然就是讲并不是讲完全都是反对中国但是这个钓鱼台这个问题开始有影是改变。美国、日本改变中国三个国家大的关系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就是讲甲台湾本来有关系。咱知影这个安倍，伊对台湾，会再安尼讲讲有一个外国的领袖是对台湾最有利最有心。我看安倍应该是。唯一第一个人，这个2013年，这个4月70日，是台湾跟日本这个渔业协定这个渔业协定，这个时间4月70日，原来是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卡特签署的同一日对台湾来讲，就是讲这个日本加美国，这对台湾上重要。我也个会记得较早这个2013年这个国安会，就是这马英九政府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严建生，伊去日本，伊来落尾来安排这个代志。然后提人问讲安尼讲要签这个台日渔业协定是啥物时候？伊就想起讲4月70日，安倍完全都无啥物反对。咱会知安尼讲，你讲无安倍，这个台日渔业协定，这台日渔业协定拢总有经过17届的会谈，对台湾上大的贡献就是讲，伊互台湾的渔民增加差不多4530平方公里反正讲咱台湾是差不多36000平方公里差不多13%，
增加出来，咱会当去这附近来掠鱼，所以会在讲就是讲对台湾是真正是足有利一个日本一个首相吼。敢会使讲这是实质来解决这个钓鱼台的问题？对台湾来讲啊，哈，对台湾来讲就是讲，咱较早种最重要就是这个渔权嘛，哦，咱的渔民去遐掠鱼，哦，你即马有法度增加差不多台湾13%的这个面积的海域，这就是足济，哦，所以不管是民进党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因都会当感觉啊，吼，感觉就是讲这个安倍首相是真正对台湾有利，这个日本的首相，去年5月，吼，咱知影就是讲台湾这个疫苗的欠缺，是安倍伊来帮赞，拢总有420万吨的 AZ 的疫苗，是送到台湾，即会使讲就是讲，你全世界找无这种国家，找无这种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吼，不管伊是首相还是已经退落来，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台湾失去一个足重要一个日本的朋友是，张教授，林老师拄则所讲的互咱看得到讲安倍首相伊的手路政治手路会使讲又搁交春秋咱继续来看，2013年开始伊安倍首相甲美国奥巴马总统开始往来建立一个真坚强的关系。即马即个日美的关系较大有缘存在。过来伫2019年的时阵，安倍首相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丁来会谈因讲要解决日本北方这4个岛屿这个领土的争端致使日本甲罗西亚伫安倍首相在任的期间关系会使讲是真好。张老师，你安怎看安倍首相这个政治人物伊这个外交的手路咧？是这个我补充一个，就是安倍首相因兜是足好野啦。伫日本来讲因兜是非常出名政治的家族。但是咧，伊无因为伊是一个足好野的家族出身伊就变做一个足骄傲这人。伊上早就出身来选举。这个甲咱台湾这个日本的政治体制甲咱台湾较无共，伊是内阁制，所以咧，上重要你爱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你爱先选议员，选到议员以后你议员做较好，连任几下届，你才有机会做这个部长级的。部长做较好你阁有机会你才有机会会当作为这个派系的领导人。你确实是派系的领导人足侪其他议员甲你支持你才有可能变做一个国家的这个首相，就是领导人。所以咧，日本的这领导人每一个拢是爱为少年时期就爱开始，就是爱拍拼，爱有这个足好的手路不管是内政外交、党内党外拢一定爱有足侪的经验。亲像美国啊。是其他国家讲，哇，一时之间出现一个足勇的人就选到总统，就是亲像川普是这种伫日本来讲是较无可能。所以咧，因为少年的时代就开始足重视这个内政外交的议题，而且咧，伊本身来讲虽然做到这个首相。但是咧，嘛对伊个选区的这选民的服务嘛做个足好，所以伊连任足侪届。这种的政治人物所以咱看到伊去世界去演讲为着这个甲人民甲选民较接近，所以咧根本上无啥物防卫啦。结果就发生这种不幸的代志。这是日本政治的这种的一般情境，所以咱台湾足侪人讲，奇怪咧，以前的这个。做过首相，亲像台湾，咱做过总统，这个安全啊，这个保护拢足严的。为什么伊看起来足简单呢？这是日本政治的一种一般现象啦。所以当然日本嘛是足和平啊，和平太久啊，所以无人会受到发生这种代志。所以安倍首相就感觉日本和平实在是太久啊。所以咧，伊做首相的时阵就强调要发展日本的国防。而且咧，爱互日本人了解日本的
安全哦，毋是亲像一般日本人受到吼永远无威胁，所以伊感觉讲伊就爱提起日本人吼讲，即个中国、北韩、罗西亚，即个基本上拢是日本安全吼可能的威胁。哦，所以上重要的就是爱加强国防。所以伊伫在任的时阵吼，就把即个日本的即个过去的即个国防的体制吼有改变。第二咧，伊就重视外交，吼美国哦，即个罗西亚，吼即个韩国，伊拢足重视。那这是一个吼，即咱看到吼，伊即马咱台湾人吼对伊过往吼，咱拢是感觉足悲伤。我感觉即种悲伤吼，第一就是吼，伊对台湾的即种关心吼，甲台湾的即个支持吼。是其他日本的首相吼较无，吼这是这是本来伊个人对内政外交的重视。第二咧，就是咱台湾吼本身的外交吼，讲实在，甲其他国家无共，咱的国际关系无正常，所以咱的外交吼讲实在，嘛毋是联合国，嘛毋是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的会员，所以咱的外交吼讲实在是足孤单的啦。吼，所以。拄到吼有一个大国吼，有一个政治人物吼，重要政治人物吼，足关心台湾吼，咱当然就感觉足感谢，非常的感谢。所以一离开，大家拢种悲伤，不只是悲伤伊，嘛是悲伤咱家己啦。我感觉这个以前有人讲啊，台湾是阿细亚的孤儿啊，孤囝啦，这个我感觉。这次咱台湾人不管是未来当然纪念伊以外上重要就是爱了解咱台湾的国际环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状况。这个伫外国咱当然阿伯首相这种咱支持咱的人咱当然是感觉足运，咱的运足好的。但是咧，咱嘛无法度保证其他国家永远拢会当出这种人，所以咱台湾安那是有对伊的这个经验来参考，就是政治人物安怎对内政外交国际关系拢有平等的了解甲重视。我感觉是足重要。这个日本方面其实对咱台湾有足侪的这个希望甲交流，但是咱台湾这个长久以来对日本其实一部分人总是受到个历史感觉日本对中国无好。所以咱爱对为中国共款对日本爱嘛采取这个足侪的这种较反对的态度，亲像这边这个总统讲这个安倍首相过往，咱爱讲半期，讲一天嘛有人讲无需要讲啊，违反法律啦，这种讲实在这种的态度对咱台湾是不利。实在讲，咱台湾人民对安倍首相孝念是真深哈。林老师，你捌伫2004年的时阵去日本嘛有见到安倍首相的面这18天来，你对安倍首相亲身的观察是安怎？我也个咧记日即阵我甲淡江一个郭教授淡江大学甲即个台北医学大学即个杨教授阮3个人都是学者即阵。安倍是这个自民党的干事长总裁是小泉纯一郎但是安排见面的所在是这个小泉纯一郎总裁的办公室我也个会记差不多2004年即阵伊也要做首相伊差不多过差不多要当我要2当较做这个首相，迄阵敢是官房长官？对，原来是官房长官，原来是干事长，因为有做干事长，咱看去讲，伊对台湾的学者教授的接待，普通因是政治人物，这时间足宝贵，我会记得即届就是讲到咱台湾要安怎来参与这个世界。卫生大会阿伯是完全都是支持台湾这个应该爱来参加。就是讲2004年台湾真正是加入是2009年不过即阵日本的政府就开始拢对这个代志台湾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都是完全都支持。所以伊的心内我咧想啦我咧想伊是真正
唔是讲100%完全拢为着台湾考虑，哦，上重要，做一个日本的首相，爱为日本，但是伊感觉日本这个伊的安全，台湾的安全有足重要，会连接伊做伙吼，所以伊有那是这个钓鱼台的事件了吼，确实有影改变足侪吼。我会记伫差不多这2日吼，日本以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吼，讲到阿伯伊的贡献，有足侪拢是讲到台湾，伊对台湾的政策，吼，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伊应该是表面上啊，政府那是感觉是一个做不幸的事件，但是咱有看到有一寡报道就是讲，一般的人民，中国大陆的人民，还是伊的酒吧内底，有这个无尊敬，还是吼无尊敬的一寡事件，这个是做不好的事件。事实上有一张相片足出名，就是安倍首相去中国甲习近平面会的时阵，习近平咧爱甲伊握手吼，事实上伊的面相吼，煞结甲凹凸凸安尼，迄张相片大家拢会记得。就是我头先就讲着，这个2012年、2012年、2013，吼，这个拢是日本甲中国关系上无好的吼。尤其这2012年，这个国有化这钓鱼台，吼，所以以中国大陆来攻击这日本，不管是汽车营业所，还是日本的企业，还是超市，吼，这足侪吼。但是我感觉对咱台湾来讲，咱甲伊的接触，吼，我想讲台湾一定有足侪人甲伊的接触，吼。最近就是讲一届，这个阿伯甲这个国策研究院有一个视讯的会议，吼。阿伯本地问题是，伊这个7月底要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吼。咱头前有看到台湾有啥物代志，我咧想，伊拢将台湾这个代志当作伊家己的代志。不管是这个疫苗，还是往来，还是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霸凌呐，哦，都来替台湾来出声。伊足侪甲美国总统的会议内底，都不断来提醒美国的总统要特别来注意台湾安全的问题。哦，所以这是我一个做前例啊，哈，就是之前讲有一寡这个相片啊，吼，不过咱会知影吼，咱就讲即阵伊对台湾的学者吼，伊会拨这时间吼来甲学者来见面，来了解，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是，唔那咱台湾人民笑念安倍首相吼，日本的人民当这时嘛咧笑念因，而且安倍首相来过往吼，对日本参议院的选举有真大影响。咱来看选举结果。观众朋友，即摆的选举结果吼，唔那是对日本有影响，台湾新闻界嘛爱讲吼，这对甲咱台湾实在是真有关系吼。咱知影，执政党自民党、公明党、甲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这4个党吼，人讲是修宪派啦。即摆选举结果，这个4个修宪派的政党吼，摕到超过2/3的户定修改宪法的户定吼，修改宪法要创啥？就是讲日本的宪法第9条要伫内底吼，明确讲到日本的自卫队，而且增设一个紧急事态的条款吼。这有啥物关系呢？事实上，安倍首相伫2014年的时阵，已经修改这个安保法内底有一个集体自卫权吼。这个集体自卫权，甲咱台湾实在是真有关系。集体自卫权的意思就是讲，准做日本本土无受到攻击，总是日本会当出兵参加别个国家针对安全的这个交战的行为，这甲咱台湾实在是真有关系。而且迄个时阵，2014年的时阵，伊改这个安保的条款吼，互人讲你这是行后门啦，因为日本的宪法内底都无写自卫队啊。日本的宪法是有啥物问题呢？咱讲日本的宪法。
是一个和平宪法。伊讲啥？第9条讲，日本的国民要以正义甲国际和平，永远献杀用发动战争甲武力。壮做解决国际争端的手路，为着达到这个目的，日本无要保持三军甲其他的战争的力量，嘛无承认这个国家有交战权。即摆要修宪，因要做啥？因要甲自卫队纳入宪法第9条，而且要增加紧急事态的条款，会当针对这个战争的事态进行来反映而且咱嘛看到安倍首相的任内日本的国防预算嘛一直在增加。陈副会长，咱知影即马修宪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的这个诉求事实上，伫50年前，日本的作家三岛由纪夫，迄个时阵伊就咧讲这，毋过迄个时阵人当作伊是头壳歹去总是经过50年了后，咱即马来看这个日本的修宪这款的动作，咱敢知影讲日本尤其是自民党因内底的议员敢拢同意而且即边选举结果敢真正会去修改宪法的？这个看是因为日本的宪法是美国替伊制定的，是，而且用3天的时间尔，就写了，伊是用美国的意志的思想去放入美国，放入日本的头壳顶，是，所以呢，其实这个宪法是叫做和平宪法，伊为1947年的5月初3，甲打已经差不多70几年嘛这段时间呢，其实一直想要修法，但是这届呢是上好的时机。第一点，因为昨的选举呢，因迄个参议院总共加起来呢，拢总有177席，是，因拢总248席170席，已经达到伊的核定2/3。第二点，伊的众议院，拢总有344席，因这4个党344席，其中拢总占464席内底，嘛超过2/3的核定。是，这是因的宪法第96条讲的，但是第3条呢是爱民众的同意一半以上的同意。是，即马这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以早就有这个2/3的可能性，但是无去修，因为对民意的问题。因为民意老实讲，这几年来，因为日本战败了后，民众是无希望战争啊。是，因为伊嘛希望美国替伊顾得好好，伊较着可以加武的。所以，日本的老百姓讲我都互美国来顾得，我嘛免去修法，将迄自卫队变国防军嘛无需要，较袂引起着搁一届的战争。所以呢，但是即马时机已经改变啦，是安怎？就是为阿强即马自然长大了后，伊就亲门大户，伫台海也好，东海也好，即马最近搁甲迄个中国甲俄罗斯，罗西亚，搁伫迄个因迄钓鱼台遐伫遐咧熬来熬去，所以已经亲门大户，所以对因有危机感，所以因嘛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修法。另外一点就是安倍桑一生咧推这个修宪，所以呢，大家也像即届票吹起来，大胜是安怎？就是有这东征票，所以第四就是讲美国当然是伊制定伊的宪法，就是要唔好日本来个恢复伊的军国主义。但是即马时机已经改变是安，因为即马阿强已经是愈来愈霸权，愈会去侵犯到这印太的地区的和平甲安定。所以呢，有即几个因素，所以伫这时阵是上好的时机。所以我想因可能就是会来改变修法。这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会提案了后，陈副会长你拄则嘛有讲，最后爱有日本的民众来投票，这敢会过？因为就是主要中国的因素，因为中国即马在威胁甲挑战，所以真呢，最近的民调来显示，差不多80%以上，日本人是足讨厌中国人的，所以这个时阵就是讲，人讲民气可用啊，迄个民气可用，所以这时阵是个伊足好的timing股。而且呢，我是咧讲，伊这个修法对日本来讲，当然是上大的意义是啥？就是讲，伊有要正视伊的紧急的事态的条款。是。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就是谈到主席你有讲到，伊2016年伊从这个什么新安保法用了，但是伊无入宪了，变所有人有要战争有要经过国会，
所以若日本了就毋免承认国会。所以有拄三种情形，就是重要影响的事态时阵，就是呢，就是讲啊，美国若出兵，伊就会伫后勤来保护、来支援。第二个就是迄个存立危机的事态，就是美国也是伊的其他盟国受到攻击时，日本呢伊就会去爱支援美国去拍。第三就是迄个叫做武力攻击事态，就是日本若假设本土包括美国的军事基地，哦，伫日本的军事基地，然后受到攻击时，日本会当单独用一个叫做就是伊会当处理一个叫做个别的自卫权。所以这来讲，对日本来讲是上重要，是安怎？因为日本因的宪法因为是和平主义，所以是以防守为主，所以叫自卫队。但是一般伊若开放了，伊就变成啥？变国防军，国防军就进行这所有的一个军事活动。其实这是对日本也好，对台湾也好，拢是一个保障。是安怎？人讲啊，无你想，伊大概拢坐伫咧互拍，尤其即摆最近北韩也来下飞弹，哦，啊，搁迄个对啊，搁中国定咧亲门投降，船啊过来过去，去飞去。所以这个时阵，日本伊若法度先会变为防守甲攻击，对伊来讲是安中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转变，而且因以早所谓的和平主义，就是消极的和平主义。所谓和平主义，就是讲我莫做歹人，就是和平主义。但是即摆事态已经改变啦，尤其中国甲俄罗斯即摆要手，闭嘴别人啊。对，即摆中国俄罗斯即摆因为即战略的协作要提升啊，所以因感觉因定有必要安尼处理，所以伊要变成积极性的和平主义。是安怎？就是变成讲，我毋是干那袂当做歹人，我爱搁爱去帮助好人去拍歹人。是，吼，这是上大一个改变。是。林老师，陈副会长拄则讲到这个代志吼，听起来拢感觉甲咱台湾有关系吼。总是逐摆日本要修改宪法的时阵，大家拢咧讲因讲啊，个军国主义啊吼。总是咱听到安倍首相在讲伊的修改宪法的这个愿景的时阵，伊永远在讲追求国家的正常化吼。这甲咱台湾的追求有相像呢？这个我感觉吼，日本啊，其实吼伊毋是无军队，自卫队伊就是伊个军队，伊甲这个世界各国的军事交流吼，亲像最近的这个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吼，一出自卫队表现是足好。日本毋是无军队，但是根据伊个宪法吼，这个袂当有军队，所以这自卫队吼就是足奇怪的存在。因此咧，伫这国家吼，不管伊咧这个范围、职权还是发展吼，拢受到足大的限制。对自卫队员来讲吼，嘛无公平。所以这个安倍桑吼，伊主要就是爱改变这种奇怪的这个现状，这是第一点。第二咧，就是伊认为吼，这亚太吼、亚洲太平洋吼，这个对日本来讲吼，关系是足重要。过去啊，日本吼，伊宪法规定吼，伊袂当有军队，伊袂当吼用武力吼来解决国际争端，所以咧。较早时阵吼，日本是无军队。后来咧，自卫队成立以后吼，勉强解释讲，这个国家吼是无战争权，但是有自卫权。自卫就是咧，其他的国家吼来拍日本的时阵吼，当然每一个人吼受到别人的威胁，别人来害我当然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所以咧，根据这种人的基本人权吼，各有这种自卫队，但是咧。假使讲美国吼爱去参加对其他国家战争，还是讲其他国家发生任何的代志吼，对日本的安全威胁吼，但是也袂影响到日本的本土吼。根据过去的解说吼，日本是袂当出动，袂当出兵，因此咧，这个美国常常就讲日本吼，你这个对国际义务吼，还是对这种吼，感觉是足无认真的，拢是爱咱美国来保护你。但是咧，咱美国假是有啥物任何的代志吼，为着保护你，爱为其他国家做这战争的时阵吼，你电动袂当出兵，所以咧，美国嘛是希望日本会当改变这种的宪法的规定，会当对国际和平、国际安全做较侪代志，但是其以前的首相对这来讲其实拢有足侪考虑，但是咧，安倍就是感觉。袂当国际这个问题继续拖，
是，吼，这个对日本来讲，要做一个正常吼，而且互人尊重的国家吼，这是足重要的。亲像吼，日本过去吼足侪笑话啦，亲像日本军自卫队吼，甲澳洲的军队吼，去迄个这个坎波迪亚，甲这个伊斯特嘛东帝汶吼，去参加联合国嘅和平的时阵吼，变做讲哦，假使有人攻击吼，这个日本自卫队吼，伊都袂当讲凊彩开枪来保护伊家己。我靠澳洲的军队来保护，因为咧根据日本的宪法，你自卫队凊彩伫这个外国开枪，吼，这就战争啊，吼，这袂使哦，吼，所以足奇怪的代志吼，非常侪。因此咧，这个阿伯吼是其实吼，伊是有这种想法。吼，伊感觉讲日本的国家袂当继续安尼，伊亲像吼，即马中国甲北韩吼武器嘛愈来愈新啦。假使讲你真正武器发展出来吼，爱上到日本的本土吼，已经是有慢啦。吼，所以吼，伊即种爱改善即个国家安全吼，国家正常化吼，伊对即种国防吼是非常的关心。好。阿伯首相伫美日同盟内底真有要义台湾吼，真挺台湾。咱来看阿伯首相挺台湾的事迹。この困難な時、私たち日本人は古くからの友人である台湾の皆さんと共にあります。亲信用笔写台湾加油。安倍晋三2018年担任首相的时阵，特别录制影片为台湾地动祈福，互人讲是上友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毋但真侪届来台湾访问，国家前总统李登辉关系真好，也真侪届替台湾参加 WHA 講話。台湾が残念ながらオブザーバーとして参加ができていない。これは私テドロス事務局長にも直接申し上げてい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して。伫台湾往来叫中国禁止进口的时阵，安倍嘛捌伫面册大挺台湾往来的相片，面上有温暖的笑容，请支持台湾农产品。有一些农场危机的时候，安倍呢都是我们最重要的采购者。那不管是屏东的凤梨、芒果。安倍卸任了后，一直深化台日关系。2021年底伫演讲中，呼吁台湾有代志，等于日本有代志，也引起国际关心。今年3月，伫俄乌战争发生的时阵，也甲总統蔡英文示信，再一次声明挺台湾的立場。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あると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が、これは私の危機感の表明でもありました。安倍甲台湾关系良好，卸任的时阵就有访台意愿，因为身体因素甲疫情造成计划延误。由民间人士所筹办的安倍晋三之友会，前外交部长、现任远景基金会董事长陈东山担任创会会长。原定8月成立大会，安倍可能会亲身来台湾参加。我们重点是因为他过去真的是帮台湾太多忙。在国际当中，他讲了很多别人不敢讲的话。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呢让我们觉得这一位这个政治人物是跟其他人不一样。陈东山原本希望安倍来台湾访问会当带来台南行行，无奈已经无机会。李登辉基金会原本确定月底要邀请安倍施行演讲，即马发生这种代志，李登辉基金会也发声明谴责暴力。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安倍首相伊的阿公甲叔公在做首相的时阵，甲台湾拢有交叉。啊，伊家己做首相的时阵，除了甲台湾签台日渔业协定吼，这拄则林老师讲过掠外，伊有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美日军事同盟有事。过来，伊个表明。美国应该伫中国攻击台湾的时阵，协助来台湾来对抗中国吼。而且伊佫讲，美国应该用乌克兰来做例吼，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事实上，安倍首相2摆做首相，伫迄个中间，李登辉总统嘛捌鼓励伊讲，你著爱佫做一摆吼。林老师，你捌是咱阿辉伯的国安的幕僚吼，伫你甲李总统做事的这个期间，你敢有观察到伊甲安倍首相因的这个交流、甲因的交往的这个过程？咱会当看起就是为李总统开始吼，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到即马蔡英文总统吼，无共款的政党，当是将这日本的关系。当作是台湾做要义的一个事项，吼，
更重要的是讲，最近这几冬，这个台湾受到的威胁是哪济？哦，这个阿伯这个首相，伊就是讲，虽然讲知影伊这钓鱼台有受到中国大陆足济，比如讲这中国的这个海警啊，的船舰，咱有咱的海巡呐，这个中国的海巡。一冬365日，差不多有330几日动于这个钓鱼台这个附近，四周围，但是阮也知影就是讲，虽然讲有这个威胁，阮也爱甲这个中国来交往、来协商、来谈判，所以并不是讲完全100%来对抗，还有足侪准备。这阿伯伊有足侪准备，这准备唔惊日本。而且伊对这日本西南诸岛的，讲咱台湾的东北边，不管是石垣岛啊，还是这个伊那国岛，伊都是做关切，伊本人我那捌去这石垣岛，完全都是甲这日本的西南诸岛甲台湾的安全有足大的关系，所以为李登辉总统以来，当然李总统甲这个日本的关系是足特别，更重要的是讲，透过这个阿伯，会当将这个台湾有需要，美国安那来协助，这部分，我感觉这阿伯伊的角色有足重要的，是讲日本愿意来扮演啦，唔惊这美国甲台湾的交通的桥梁啊，而且就是讲做互美国看，做互美国看就是讲，伊知影爱安那来协助这个台湾。是。陈荣会长，咱知影日本政府较早对台湾的政策，拢是讲台海捌出代志，甲日本惹麻烦就好。总是咱看到阿伯首相，伊会使讲是一个人，甲台湾的问题当作是日本政坛面顶真重要，大家有咧讨论的事项。这个转变是啥物时阵开始？这转变就是我是感觉是因为中国伊的举大起来，就是伊会开始在威胁了后，尤其伫在海警法顶年的2月7日。第二点，我感觉其实，在讨论台日关系，俺袂记记哩日本的因素，因为即摆美国就是咧甲中国咧赌，所以日本是美国世界上上天然的盟友，所以这个部分，俺若咧讨论这个问题，要将美国因素放落来，因为是战后其实美国的所有外交安全，拢是以美国的意志为意志，其实日本是无意志的，美国叫安怎就安怎用。所以但是讲，咱咧讨论这个工课嘛是，所以今日带这个林达斯嘛伫的，伊上清楚。其实美国伫这个台日关系是有真重要的身份，甲真重要的主导权。是。咱知影，咱的赖清德副总统即摆人已经伫东京参加阿伯首相的葬礼咱明仔会阁继续来讨论阿伯首相挺台湾伊的经济政策。台湾新安界，咱明仔再会。